咁但係只個結尾咧好震撼，係成套戲顛覆咗。The Odyssey 究竟值唔值得入場睇呢？兩個字，值得。原因係因為諾蘭 Christopher Nolan 將一個3000年前嘅神話拍成咗一套你要喺戲院裏邊心跳加速，但係散場之後會感到唔舒服嘅戲。等我用幾分鐘幫你拆解清楚究竟係咩一回事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。特洛伊戰爭 Trojan War 啱啱打完，伊薩卡嘅 Ithaca 國王 Odysseus 帶班兄弟搭船返屋企，因為得罪咗海神波塞冬， Poseidon 海面上不斷遇到怪物嘅阻撓，幾個月嘅航程久咗10年。同一時間，佢老婆 Penelope 同個仔 Telemachus 喺屋企被一群求婚嘅人，所謂嘅求婚者 Suitors 霸佔皇宮，逼佢老婆改嫁搶皇位。到最後，奧德修斯返到屋企，扮黑衣潛入皇宮，同個仔聯手擊敗壞人殺星光。呢套戲上映之前就網上面就做咗拆天嘅啦。我喺 Flash 度碌咗好耐，嘈嚟嘈去都係嗰幾樣嘢啦。而家我哋一齊嚟逐一睇下呢類貼文。我喺 Flash 度見到幾百個。海倫 Helen of Troy 係神話入邊全世界最靚嘅女人，靚到令到特洛伊戰爭爆發。以往所有嘅版本都係白人演員，但係今次路蘭揀咗黑人女演員 Lupita Nyong'o Elon Musk 同埋呢 Matt Walsh 啲人即刻跳出嚟鬧路蘭，搞 diversity 搞到破壞經典，連希臘人都出嚟話荷里活霸佔咗佢嘅文化遺產。就係最搞笑嘅係呢班人講到好似世界末日咁，入到場先發現成套戲入邊海倫啊得嗰幾場戲，其實 The Odyssey 嘅故事重心根本就唔喺海倫度，佢只係一個出場好少嘅配角。 Lupita 自己都話呢個係一個神話故事，唔係咩歷史紀錄片。其實你睇完呢場戲咧，你就會知道 Helen 出咗場大概總共5-6分鐘到啦。咁其實咧就唔係幾覺得佢存在嘅。至於你話係咪 DEI 咁嚴重咧，咁我相信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嘅，咁但係就唔係咁過分咯。而要明白諾蘭做咗啲咩嘢，你要知道以前係點拍嘅。而喺1997年有套同名嘅電影電視，由阿文做奧德修斯。喺嗰個版本入邊，雅典娜喺主角面前憑空出現，成個人金光閃閃，而波塞冬就企喺海面上邊對住個鏡頭講對白，見唔到佢個樣。而獨眼巨人就好似一隻好典型嘅90年代嘅 CG 怪獸，你睇得出佢係假嘅。成套戲嘅邏輯就係超級英雄片，打完怪過關，返屋企一家人團聚，開開心心。但係路蘭今次咧就完全反轉咗，獨眼巨人有出場，但唔都係一個假到出汁嘅 CG 模型。有影評人話係佢見過最恐怖嘅場景之一，女巫、海妖同埋冥界之亡靈，全部都有種真正嘅 body horror，因為佢全部都係用 particle effect 去拍，唔靠 CG，所以恐怖感係有重量，唔係以前嗰種打機闖關嘅快感。你可以話路蘭佢偏執，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唔認真。影評人 David 講法係最中肯噶啦，佢話中段咧的確有啲笨重，但係最尾嗰段咧就好到值回票價。睇完之後我覺得咧係都幾震撼嘅，但係點解咁震撼咧？咁其實就有原因嘅。至於你話係咪中間算唔算拖戲咧？咁我就覺得唔算喎，因為我可能係睇咗1997年嗰套戲先，因為做 research 啦，咁所以中間梗係要俾啲妖怪啊咁樣熬下時間㗎啦，咁所以我覺得 OK 嘅。咁但係至於個結尾咧，我真係好震撼，係成套戲顛覆咗。最後就講片長172分鐘，啱啱好，唔夠3個鐘。有樣嘢好多人都唔知嘅，諾蘭其實想拍長過3個鐘嘅，但係呢套戲咧係電影史上邊第一部全程用 IMAX 70mm 菲林拍攝嘅電影，而菲林盤咧係有物理上嘅尺寸上限嘅，所以諾蘭被迫要剪。呢個限制可能反而救咗佢，因為真係太長啦。但係無論如何，3個鐘就係3個鐘，坐喺度真係真實嘅耐力考驗。如果你決定要睇嘅話，揀 IMAX 啦，因為成套戲咧每一格嘅菲林都係由 IMAX 菲林拍嘅，喺普通銀幕睇咧就會蝕底。所以講到尾啦，《The Odyssey》結論係值得入戲院睇嘅。
我覺得路蘭佢捉住 The Odyssey 呢樣嘢，講緊另一個故事。你入去睇，你會發現3個鐘過得好快，睇完翻出嚟，你會有種揞住唔係幾舒服嘅感覺。你會覺得你離開咗呢片土地，到你啟程翻去嗰陣時，或者已經唔係原本嗰個你，無論係土地定係人，已經唔再一樣。至於點解獨眼巨人、女巫、海妖及冥界嘅亡靈咁真實呢？點解 Odysseus. 成10年都翻唔到去伊薩卡呢？呢度我就唔劇透啦，留翻入戲院睇啦。我只想問一句，究竟係咪成套戲即係嗰啲神話故事啊、神奇妖怪啊咁，其實根本唔存在呢？如果你睇完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同唔同意？我係半邊人，我哋下期影片再見啦。